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，好评咱来个听。听迄个流传伫咧民间已经几落十档，迄我哪找无讲什么人骗的，四句人小报歌，男女对答，男方先甲女方表明，讲一只船啊头尖尖，要去外海去载洋，带着水母惊人食，不时裤大夹小粒。你甲听哦，用即起头的哦，是只船啊头尖尖，看到即个景。要驶出去外海去做生意去载洋，啊！毋过吼，我毋敢放阮某、放阮爱人啊踮厝内啦，因为水某哩，我着爱裤大夹小凉，带伊做伙出棚，毋才会安心。男方伫咧报女方讲生做水，我真意爱。啊！毋过女方讲翻头，小报歌真艺术，有塞奶，有口水，也有批评指教，甚至有糟蹋的。你继续甲听，我那一起头。讲一条路啊开上车，阿兄心肝生双下，一锅两嫂真歹势，日后多苦会冤家。迄一条路啊开上车，去互我想到阿兄，你无伫我的身躯边，你心肝嘛生双下，因为一锅两嫂日后吼多苦，查某人甲查某人啦，冤家口头脏，时到就歹看相。好朋友，你甲听。讲四句人讲斗句，换女方报翻头咧提醒，上解好唔通变心学风流啦。即个男方讲，你唔通干那晓讲我啦。斟酌甲听，原来一起头的，讲一锅两嫂无要紧，一嫂两锅叮当叮，咸菜食醋那变面，亲像皇帝斩奸臣。原来一起头的讲，你唔通讲对我遮来呢？因为咱知影，传统社会性别无平等，所以才有即个四句人来讲，我若一个两嫂，迄是较不要紧哦。你唔通踮厝内，踮遐另外交别人，讲我变心无风流，我咧看对你较烦恼。你互我食醋若变面，会太甲流血流地。所以四句人压尾，迄亲像警讲互你听共款。铺伫咧咱的面前，讲亲像皇帝斩奸臣，啊，唔要好水烧盆，野刀烧台，总讲啦，唔通双骹踏双船，安尼有较好。